台电到去年底了超过4200亿，原本行政院是编今年跟明年要拨补台电计共2000亿预算，也毋过互在野党全部拢抬掉。台电、台糖、台水甲中油四大国营事业的工会联合声明指出讲，台电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，燃料起价，佮加上过去电价上涨，呼吁立法院就爱支持台电的预算。台电嘛强调讲，有政府2000亿拨补的预算，台电的财务才袂继续恶化，嘛才会当来维持电价。立法院国民党团、民众党团按算要提拨补台电的2000亿预算。台电工会甲台糖、台水佮中油共同发联合声明表示，台电过去受到俄乌战争、燃料大起，过去3年4届调电钱，为着照顾民生，无法度合理反映电钱，恳请立法院优先考量国家供电安全利益，稳定政策甲资源支持台电的预算。如果政府它对于民生用电要继续采取动涨，那我们当然是希望，一方面政府就是要用补贴的方式来改善台电的一个财务。根据台电估计的今年财务状况，2021年累计亏损阁无到500亿，2022年当年亏损2000多亿，2023年也亏损共要2000亿。统计到去年年底，台电累计亏损已经超过4200亿。希望有一个健全的财务去支撑整个台电，它必须要去维持稳供，它所要带领的包括我们的这个正常的我们的经营的资金，还有我们正常的维护的一些成本的投入。台电的工会表示，对2022年到2024年，台电计共吸收2800多亿的电钱成本，即马是每卖一度电就亏损大约1块。有其他的专家分析讲，若准无2000亿的拨补，未来电钱一度可能会调起大约8仙。工商业界涨电价或者台电停电，或者是民生受苦啊，都是不愿意见到的。要全民调整，不可以只对企业开刀，要企业来负全部的责任，这是不公平的。如果政府的能源政策不调整，全民必须要负担。民生电钱敢会因为立法院拨补台电的预算卡掉咧？伫电钱审议会当中，敢会改变起的价效？民众甲各产业是高度关注。毕竟电钱一起，物价真歹唔对得起，恐惊会搁再增加民众的生活压力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